Sorry，大家好，我係莊臣啊。今日係2025年嘅12月10號。泰國柬埔寨今年嘅第二次大規模軍事衝突進入咗第4日。泰國嘅外交部長呼籲現時身在柬埔寨嘅泰國人如非必要盡快離開，唔好喺柬埔寨停留。目前兩國軍隊沿住泰國東北部4個府嘅接壤邊境線喺多處地方爆發衝突，而且有持續升級、越演越烈嘅趨勢。其中薩迦府4個縣市政府已經頒布咗緊急狀態令，實施宵禁。目前喺戰場上泰國佔據優勢。雖然4日衝突已經係造成泰國4名士兵犧牲，但泰國軍隊已經係搶奪翻大部分之前被柬埔寨侵佔嘅軍事要點，或者係佔領咗雙方存在爭議嘅大部分領土。柬埔寨主要使用 BM-21 火箭炮車、坦克以及綁有炸彈嘅小人無人機，對泰國發動125次嘅攻擊，發射超過5000枚嘅炮彈，擊中泰國多處民居、農田、醫院大樓等嘅建築物。但係受到火箭炮、坦克嘅攻擊距離過短嘅限制，加上啲無人機需要由人手控制，只能喺邊境上小範圍活動。而主要攻擊武器 B-21 火箭炮係冇 GPS 導航嘅，即係打唔打中目標或者係擊中咩目標全部都係靠緣分睇運氣。我終於係諗通咗洪森之所以上次要召集柬埔寨全國嘅高僧增援邊境地區。我諗明，原來一邊打炮一邊打齋，念經超度，準度唔夠念經離籌，法力加成，超度，洪施主超嘅係準確度。泰國政府今次爆發大規模衝突之前似乎係比上次有經驗，準備更加充分嘅。12月8號夜晚已經係緊急疏散咗 B-21火箭炮攻擊範圍80公里內接壤邊境4個府接近40萬嘅民眾，所以3日嚟暫時都冇收到泰國普通民眾喺今次衝突中死亡嘅報告。而國防部聯合海陸空嘅3軍發言人召開記者會，對兩國衝突情況向社會各界通報情況，強調泰國軍隊喺邊境上採取嘅軍事行動屬於正常防衛。雖然兩個國家目前處於衝突交戰嘅狀態，但泰國始終保持最大程度嘅冷靜同埋克制，遵守國際通行規則，尊重人道主義，僅係對柬埔寨進行適當匹配等比例嘅軍事還擊，強調出動 F-16戰機轟炸柬埔寨，目標只係限於對方存在軍事威脅嘅地點，例如存放 B-21炸彈嘅武器彈藥庫、軍事物資儲存中心或者係軍事指揮地點嘅。咁佢哋就唔係炸賭場，佢哋係覺得嗰隻賭場即係收到情報話嗰隻賭場係用嚟做軍事指揮所，佢先炸佢嘅。佢唔係打擊灰塵。咁空襲以限制對方嘅軍事能力，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為目的嘅。雖然泰國簽署咗特朗普作為見證人嘅吉隆坡停戰宣言，但係發言人指出，柬埔寨方面多次失信，唔遵守停戰宣言在前，一而再再而三對泰國進行挑釁。泰國已經係忍無可忍，一忍再忍，到咗忍耐嘅極限，先至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予以還擊，以戰逼和，促使柬埔寨能夠真心實意共同致力維恢復邊境地區和平穩定嘅狀態，強調大規模嘅戰爭並唔係解決問題嘅最終選擇。泰國嘅作戰總參謀長喺前往醫院探望受傷士兵嘅時候佢又接受記者採訪，佢就表示今次嘅衝突唔知幾時結束，軍方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呢一戰但求一勞永逸，以絕後患。
以永久性終結柬埔寨再次使用軍事手段製造衝突、滋擾泰國嘅能力為追求目標，只係打殘佢、打謝佢同埋打趴佢。要將柬埔寨嘅軍隊趕出所有有領土爭議嘅地區，還泰國民眾子孫後代一個和平穩定嘅社會環境。發言人嘴上就講斯文克制，即意思就係佢揮我一拳，我兜佢一腳；佢唔揮我咧，我就唔兜佢，唔會傷筋動骨。但係總參謀長咧就話要廢咗柬埔寨嘅武功，斷佢經脈，一勞永逸。泰國總理安努天表示咧，就戰爭嘅箭咧喺弦上不得不發，開弓咧已經係冇回頭箭啦。政府目前已經係開晒綠燈 ，full authority 授權軍隊咧可以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全面支持軍隊咧進行作戰嘅，政府會提供一切必要嘅援助。同時表示咧唔會同柬埔寨或者係有意插手嘅類似美國、馬來西亞呢啲第三方嘅國家咧，認為暫時冇傾嘅必要。對於洪森咧再次故技重施，企圖擾亂人心、破壞泰國穩定、團結、同仇敵愾嘅氣氛，爆出安努天喺成功當選泰國總理之後，曾經前往柬埔寨寺廟還願答謝神恩嘅照片，用總理辦公室先有嘅專用信封咧攞嚟裝錢、添香油、做功德、探望。又話安努天咧去嘅係柬埔寨嘅廟，還嘅係柬埔寨嘅神。我嘅意思即係話啲香油錢咧就算係資敵叛國，就話佢咧喺逗留柬埔寨期間咧，同柬埔寨省府級嘅主政官員密切接觸，同台食飯。安努天被問到呢啲相片、呢啲視頻嘅時候咧，表示目前只係專注於國家邊境安全問題，對於其他以及安撫民眾，對於其他事情咧無暇顧及，亦都冇興趣，唔在乎。外交部長咧已經係召見咗各國嘅駐泰大使，同媒體咧通報情況咧，強調一直以嚟都係柬埔寨喺度單方面製造事端，喺國際社會咧就歪曲捏造事實，扮出一副受害者嘅楚楚可憐。但對吉隆坡停戰宣言中雙方達成嘅4項主要協議咧，置若罔聞嘅。第一咧就係撤重型武器啦，第二就係打擊灰產，第三就係排雷，第四咧就劃分雙方嘅爭議區域咧，就先進行測量嘅工作嘅。部長話柬埔寨對呢4項協議咧就係敷衍了事，有啲條款咧甚至係拒絕遵守，係拒絕執行。部長咧咁樣人哋話人哋柬埔寨咧就係我作為第三者咧，我覺得係污蔑柬埔寨，對佢唔公道嘅。簽訂嘅頭一晚咧，柬埔寨就已經係積極主動撤咗大型武器噶，做咗場 show 俾大家睇嘅。咁就係所謂嘅大型武器咧，就係坦克車2部，而且仲要係左右高低多鏡頭循環出境。2部坦克車咧冚多2塊綠色嘅帆布咧，就左右高低又影到一次，就又多一組鏡頭。唔知嘅人以為咧，當時佢設咗一個集團軍嘅裝備。雙方有協議咧，就約定對18處雷區咧共同進行掃雷行動。柬埔寨話18處啊，太多啊，我冇能力，而且我又啱啱俾你教咗一餐周身冇力嘅。大哥話OK，體諒你，減到13處。之後咧就唔知發咩神經啦，就可能到咗年尾咧進行嗰啲年終大促銷，又打到骨折，又減到5處。咁柬埔寨咧依然都係唔蘇泰國嘅，最後咧就減到落腳趾尾咧就剩低1處。柬埔寨咧歷經千辛萬苦排除萬難，終於排到2枚，話係30年前嘅舊彈。即係我喺度諗咧，佢淨係揾到2枚舊彈咧，有可能因為係其他全部都係新嘅。咁柬埔寨咧表示2枚舊彈咧已經係爆破啦，即係任務完成收工之後就再冇喺雷區蒲過頭，丟晒啲炸彈咧俾泰國自己玩。
國際社會咧每年捐贈咁多資金，亦極正，聲稱咧就係援助柬埔寨清除紅色高棉時期遺留嘅地雷。咁你照柬埔寨咁樣拆一粒舊嘅，再攞啲援助咧買兩粒新嘅，咁樣埋翻落去，之後剩低嘅錢咧少部分咧就發啲工資俾啲拖鞋兵，買武器添加裝備，跟住同泰國人再打過，剩低嘅大部分嘅錢咧落入邊個嘅荷包咧就唔知啦。關於國際社會咧要求雙方停止衝突，重回談判桌和平相談，外交部長表示咧，如果柬埔寨唔係真心誠意想坐低傾嘅話咧，任何第三方促成嘅短暫和平都係治標不治本。而9月份有份喺國會投票支持阿努天成為泰國第32任總理嘅公民黨黨魁，對於阿努天表示咧，同柬埔寨唔會再有和平嘅談判呢種強硬嘅態度，黨魁佢咧就表示唔同意嘅，只係親手扶正嘅總理咧嘅言論咧，佢表示係唔同意，認為停止戰爭咧只有打擊灰產一條路，要徹底關實切斷紅心條水喉先係上策。佢就話咧，現代社會咧以佔領領土為訴求，用戰爭嘅方式咧解決邊境問題，呢啲舊路徑已經係行唔通啦。更加聲稱咧，如果係泰國超越紅線，對柬埔寨採取過度嘅軍事行動，轉為入侵者，泰國將付出巨大嘅代價，亦都從此難以喺國際社會立足。主張以和平外交手段咧作為主要渠道，就算軍事衝突避無可避，都強調係適當、適量同埋逐漸逐決。邊境民眾咧對於柬埔寨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製造衝突滋擾平民，不勝其煩。政府一出通告，你手機一收到短信，你又填到翻嚟，對腳上嘅田泥咧你都未洗乾淨，就去執埋包袱前往政府提供嘅臨時庇護中心，或者重拎喺屋企自己搭建嘅簡單掩體。我強烈要求政府同軍隊咧今次唔好手下留情，一鑊打沉佢，最好咧就直取金邊，活捉紅心父子，從此以絕後患。戰爭咧係和平談判外交失敗嘅產物。之前泰國同柬埔寨建立咗各種各樣協商機制、溝通渠道，通通係失靈嘅。唔開通嘅各種熱線咧，開到比慈善捐款活動嗰啲熱線咧仲要多，咩 GBC、RBC 各種各樣類別嘅談判協商會議，你少到兩國咧就接壤嘅市縣到府，跟住到部委，再到軍區，再到政府高層兩國總理，最後仲係世界和平達人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同馬來西亞總理安華等第三國家嘅領導人見證下呢，達成咗吉隆坡宣言，雙方暫時握手言和。呢份宣言呢，墨水都未乾透，短短時間呢，就有多名嘅泰國士兵咧踩中地雷自殘嘅。我話啲士兵咧，或者佢哋啲上司咧，佢唔係蠢，佢係天真，或者係斯文啲叫做佛性都 OK 嘅。咁你上一日排嘅雷區，即係你上一日排嘅雷咧，你第二日再行過嗰段路，佢就以為係安全嘅。咁點知呢啲柬埔寨拖鞋兵咧，你掃雷嘅時候咧，佢已經喺遠處嗰度，遠遠地佢就伏住你，而且佢係記低咗個位置，佢唔要其他位。佢就要你啱啱排過嗰啲地雷嘅位置，咁佢就夜媽媽佢就展開嗰啲鐵絲網，咁啊佢攞嗰啲鐵絲網咧就又暫時咁樣排晒喺嗰啲邊境線，即係話叫柬埔寨人唔好過嚟咁。咁佢哋啲拖鞋兵咧晚黑咧就展開咗嗰啲鐵絲網，佢又同你喺你嘅排雷地區咧整多個新嘅上去，所以你掃幾多你都係嘥氣嘅。士兵踩中啲地雷咧，泰國影印咧啲抗議咧譴責嘅聲明嘅 A4 紙咧，達到成座山咁厚，打印機咧打到冒煙啊，毫無卵用。無論軍方發言人口中所謂對等行動
就係伺機而動，敵不動，我不動，或者係總參謀長口中嘅廢咗柬埔寨嘅全部武功，從此冇還手之力。我記得近代史上唯一一個徹底失去軍事動員能力、徹底認輸、俾人打服咗、打沉咗嘅國家，我諗就係日本啦。而且係美國2粒原子彈咧，先至可以達到嘅效果，唔係你台上2支原子筆可以達到嘅。國民黨口中嘅斷水後咧，然後發動外交口水戰，亦或係美國用啲貿易手段咧，揮舞關稅嘅大棒。呢啲措施咧唔係暫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係一拖再拖。我相信咧，就泰國係空有一身武力嘅，咁雙方拉開個陣勢咧，4人山地一鋪過，我諗爆頭咧都諗唔出咧柬埔寨有咩勝算。點解揀泰國落手咧？我係諗得明嘅，但係點可以打得贏，或者係達到佢嘅訴求咧？我係諗爆頭，我都諗唔出咧柬埔寨有咩勝算嘅。就算係號稱有120公里攻擊範圍嘅 LB30火箭車，你都打唔到馬國嚟啊！對泰國做唔成致命一擊。有泰國嘅專家咧，甚至乎喺電視媒體上邊咧，就喺度公開喊話洪森父子嘅。佢就話嗰啲 LB30咧，你夠薑你就發射一枚試下，你瞄邊度都得，只要瞄泰國就得啦。打唔打中另外一回事，但係你只要夠膽發一枚就 OK。到時候泰國咧就有用戰機咧空襲金邊嘅正當理由。而事實上咧，綿延超過1000公里嘅接壤邊境線咧，人哋洪森喺金邊飲住 Starbucks 硬腳指揮同你打游擊戰，出埋啲嗱喳招咧，要好似總參謀長所講嘅廢晒柬埔寨嘅武功咧，係談何容易。上次5日戰爭，泰國政府賠償每位犧牲嘅士兵咧，每位烈士咧1000萬，死亡嘅民眾咧，普通民眾咧就每人800萬。有新聞話咧，有啲民眾咧嘅死難者家屬到依家都係未收齊晒筆錢，唔係未收到筆錢，係收唔齊。加上你每次衝突，你撤離嘅民眾人數以百萬計，關閉嘅邊境嘅損失咧，聽講一年係成1000億泰銖計。和平達人美國總統特朗普口中所謂嘅以關稅大棒咧促進和平，迫使咧泰柬雙方咧坐低簽署和平協議。嗰支棒咧揈咗出嚟咧，打完你之後咧係冇糖嘅，唔係話你肯停火咧就可以簽到有優惠於其他國家嘅關稅協議。泰國係用未來對美國咁萬種商品咧實行進口零關稅，先至換嚟同柬埔寨一樣出口到美國19%嘅關稅。It's not free。所以戰鬥機15分鐘直達金邊，直搗黃龍嘅選擇咧係咪咁冇得諗？即係長痛不如短痛。我喺度諗咧，係擔心美國啲戰術 F-16戰鬥機咧服役嗰啲年齡太長，機齡太長，或者係你發射箭咧，即係嗰啲導彈啲發射箭咧，喺美國係真係有遠程控制嘅後門，去到金邊啊，突然之間就個飛機師彈出嚟，然之後咧就飛機失靈，控制唔到，信唔過。15分鐘嘅航程都驚萬一有意外嘅，咁你200億啱啱新買嘅嗰4部鷹獅戰鬥機，係攞嚟俾你喺軍用機場用啊嘛，唔係鸚鵡咧擺喺遊樂場嗰度嘛，俾人漏啊。我咧就絕對係愛好和平嘅人士啦，咁我就唔崇尚武力，即係唔支持暴力解決問題嘅。但係洪氏家族之下嘅柬埔寨係例外嘅。我覺得既然菩薩心腸咧，《金剛經》你念佢唔通透，即係感化唔到人。你至少啲戰損啊，啲鷹獅，你去金邊嗰度上空去打個 round，你 show 下啲肌肉，略微施展下啲拳腳功夫咧，要投彈呢啲，你至少你去打個 round。咁至於你侵犯他國領空咁，你新機測試戰機失靈、戰機失控，
你夠膽去，你有咩理由揾唔到？你有咩翻？你俾咩解釋？對方唔聽。有50億一部嘅4代半戰鬥機呢，你唔嫌貴，你買得落手。你驚啲冷戰時期嘅雷達，啲紅心咁孤寒呢，有入冇出。你驚俾雷劈好過啦。你紅心呢真係年紀大呢，眼蒙耳又聾，啲愛好和平呢啲微微之音，佢個 channel 佢接收唔到啊！佢淨係分得清大炮仲有戰鬥機嘅聲音，而且斬首行動呢，目標係好清晰嘅。都知道上次呢，攞啲 B21嗰啲火箭炮呢炸泰國71加油站嗰啲平民，邊個係罪魁禍首？大家都係有眼睇嘅。佢自己亦都喺 Facebook 度上傳，係佢自己坐鎮指揮中心喺度督戰攞達咁。咁直到黃龍呢，我就唔信全泰國冇人知道條龍喺邊。就圖片上邊古一杯作戰中心嘅 Starbucks 嘅熱飲，柬埔寨金邊好似一共就得18間嘅 Starbucks， 以每一間店鋪為中心呢，10公里嘅配送範圍作為半徑，就單純用 Google Map 配合其他掌握嘅資訊啊，你鎖定某幾個目標、某幾個位置，我相信，始終相信啊，對於泰國嘅軍事情報單位呢，冇咩難度。如果肯放低串佛珠，攞起把屠刀嘅話，你而家同嗰啲拖鞋軍呢、拖鞋兵呢喺度糾纏，真係代價又大，加上係太傷士氣。你前怕國際法律制裁，你後怕爆發呢全面戰爭，你擔心新許體弱嘅泰國呢就負荷唔到全面戰爭嘅龐大開支。今日就已經喺度有人計過佢嗰條數啦。每一日戰爭嘅開支係用幾多10億一日嚟計。我覺得呢，柬埔寨喺灰產撈偏門揾快錢呢條路上呢，佢係一門心思，佢係行到底㗎啦。但係有監管資金流向手段嘅西方國家呢，其實早就將柬埔寨係釘到實一實㗎。你再任由啲柬埔寨嘅灰產資金呢借境泰國，然之後再轉往第三國家呢，俾柬埔寨咁樣借屍還魂上咗身呢，你放任唔管，唔吸到你乾，使到連你泰國都被釘埋上埋重點關注名單，失去嗰啲利用價值嘅柬埔寨佢係唔會放嘅。最後呢，就只有泰國自己個朵都跟住臭埋，連正常嘅經濟活動呢都受到影響。全面戰爭龐大嘅開支你孭唔到，咁唔通就咁拖？孭隻級別貴喺身上，到時你就孭得到啦咩？又有人話就算斬首都係冇用嘅，打定心思呢，將發展灰產呢定性為國策嘅柬埔寨，你倒咗條龍換咗條蛇上嚟都係一樣，一心一意搞灰產，斷唔到尾。咁群龍無首係咩局面？冇咗手嘅龍呢，係條龍定係條蟲？你唔試點知？就話過度嘅軍事行動呢，會失去道義，有損國際名聲。心存正義嘅國際遊客呢，就唔嚟幫襯泰國。泰國嘅旅遊業呢，受打擊就會雪上加霜啦。而家係紅心喎，你估聖紅金地啊？我諗一唔係咁啦，索性喺素萬那潘嘅國際機場櫃位呢，個國際遊客入境嘅時候呢，就加多張匿名嘅問卷調查，問問啲旅客同唔同意，支唔支持。就唔好話對紅心呢大偏見，派俾啲泰國人呢，當然就唔係幾公道啦。咁啊齋俾啲齋派嗰啲外國人通道，我相信都唔係，絕對唔係每個人一面倒都站喺所謂正義嘅嗰方，至少我係唔正義嘅。即係如果啲問卷呢等結果急住攞去用嘅話呢，填完第一份呢，我即場買張機票出境飛翻嚟填多次。即係你認為呢，泰國你比個柬埔寨呢個家底好啲，但係你個底幾厚呢，你都敵唔過人哋呢同你打消耗戰，而且係成本非常之低嘅消耗戰。人哋一聲令下呢，一車嗰啲 B21榴彈炮飆飆飆，3秒鐘呢可以同你清空晒，然之後呢就揾個地方呢匿起身，成本呢一次就絕對係超唔過100萬嘅。你泰國呢就齋接壤嘅呢4個府，每一天呢安頓以10萬計嘅民眾，就需要耗費幾多個百萬啊！而且係
惶惶不可終日。另外一條路呢，就係索性大家呢就死咗戰爭衝突呢條心。咁紅針呢本身就有重度嘅糖尿病、腎病。咁你政府呢又出個公告，就內容就唔使多嘅。咁關於邊境問題呢，就一個字等，然之後呢就冚埋個公章。你泰國人手中嘅佛珠呢，就揸得實一啲，心入邊嘅口入邊嘅道德經呢，就念得再誠心啲。保有 Starbucks 嗰啲，即係保有星巴克嗰啲含糖咖啡呢，就飲到佢，並且加重飲死佢吧，就一了百了。咁如果佢而家已經係知道自己情況好嚴重啦，佢好錫命，錫住條命啦，佢好養生，每一次都係點嗰啲齋啡，嗰啲 Americano 嗰啲唔含糖嘅。咁呢條橋呢，仲好唔好使就唔知啦，就只有天知道。如果你話唔係喎，你死咗紅心仲有紅馬內，我同你講5日嘅戰爭呢，就打咗個5日，佢成個頭髮都白晒，佢心理素質好極都係有限嘅。驚啲戰鬥機咧發射啲導彈咧，未打中個紅心咧，怕且紅二世咧先俾啲炮彈聲咧嚇死都係有可能嘅。咁你白頭人之前咧，先送白頭人，邊個比邊個行先一步都係唔一定嘅。我到依家我都諗唔明，即係我唔係話喺網上邊咧就發布啲視頻求其噏，而且係煽動他人，即係話啲咩斬首行動。我唔係話我係泰國女婿咧，我就幫泰國講嘢。反而我係作為泰國女婿咧，我今時今日我都諗唔明嘅，點解泰國政府咧對於一個喺指揮中心度咧，佢自己喺 Facebook 度都上傳係佢自己獨戰攞打，用啲 V1咧就炸啲泰國平民嘅。點解咧？今時今日對紅心咧？你話國際刑事法庭咁都好咩維度係冇人去告，你賠咗800萬俾人哋，咁又點？佢收晒條數又點？呢係毫無行動。So what you are doing？